伫咧嘉义县基地嘅公营国小，要转型做县内头一间注重囡仔心理甲品德教育嘅 KIST 实验小学，若有个人化，也会结合在地需求。全校要40位学生做伙伫台顶跳舞。嘉义县基地乡的公营国小，23即日正式转做 KIST 实验小学。未来除了课程的发展，嘛会注重囡仔的心理教育。 是我们老师如何接应孩子的，不管是情绪上的问题，还是学习上的问题，那我们都会仔细的去聆听，并做分享，跟孩子对话，然后来找出解决的方式。教育处表示，美国 KIPP 的教育理念强调知识就是力量，关注读写作文甲品格教育。离来台湾了后，配合在地教育元素，加做台湾的 KIST， 透过协助弱势教育的民间团体。 嘉义县的偏乡囡仔嘛会当有无同的教育环境。学习的主人应该是学生，而不是用传统教这种讲述式的方式，激不起孩子的这个学习，那也创造不出学生的一个学习的火花哈。那我们希望这个是一个起点。因为咱遮就是讲，足少学生爱看愈来鼓励愈足侪学生来遮，咱遮地方的教育，挺好玩。 公营国小是嘉义县第一间用 KIST 做教育方针的学校。校长表示，学校的老师拢有教育的热情，所来阁有请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士入来学校，希望伫偏乡学校引进包括心理课程在内的完整教育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